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平安。我们彼此来祝说，上帝的恩典够用，上帝的恩典够用。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以马内利，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以马内利的主，是彰显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主。一起来，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称为以马内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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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再次来宣告神同在。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弟兄姐妹，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今天可以来到这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来，因为我们有一些的限制。但是还是在线上的这些弟兄姐妹，因为你们的宽容，所以让我们彼此有这样的一个帮补。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我们要一起开口来感谢赞美我们主。今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好像好久没有办法来到主的圣殿来敬拜我们现在才可以体会到以前以色列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我们开口来赞美。我们求神来赦免这块土地，赦免这地的百姓。我们得罪了神，全世界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我们要赞美，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悔改归向神。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来感谢，来认罪。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一同来到主你施恩宝座面前。主啊，我们是您的儿女，是您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主，我们感谢赞美，因你的慈爱直到永远，因为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主，我们能够来亲近，来呼求你，也能够领受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信实是直到万代。我们感谢你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依然我们可以来到圣殿来敬拜。虽然有很多弟兄姐妹在线上，但是我们依然同心来敬拜你，感谢你。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天地万物虽然在改变，但是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主，谢谢你，因你的慈爱使我们能够来到你圣人宝座面前一同敬拜。虽然有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到圣殿来敬拜你，
但是我们同心合意，不论是现场或是线上，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够用。主啊，虽然在许多的限制当中，你依然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主，帮助我们能够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若口说我们的软弱，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必要得着你的怜悯。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城市来祷告，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我们要求神来复兴我们的日子，像以前一样，能够平安，能够大家一起这样的一个交通，能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一起开口为这个国家、城市来祷告。有很多这些执政掌权的，他们如果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就远离了神的恩典，就会有一些的灾难临到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为着执政掌权的来祷告，求上帝与这些人同在让他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特别是这地的百姓，还有很多不认识主，去敬拜偶像，就好像以色列以前这些百姓去拜巴力一样。当先知在呼吁他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能够经历那种平安的度日的生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为着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城市执政掌权来祷告，也祝福这类百姓都能够得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的，你所以保守台湾在这样缺乏当中，在被敌对的当中，主你依然护卫着我们，你依然没有离开我们。虽然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你，还有很多人去敬拜人所造的偶像，但是你依然在等待这些人的悔改。你透过你的教会在宣扬你的福音，让更多人能够明白认识你的真理。愿你赐福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在台湾掌权。主啊，让我们执政掌权的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主啊，让这地的百姓能够回转归向你。太多人不认识你，去敬拜人所造的偶像。主啊，透过你的教会宣扬你的福音，能够用诸般的智慧把人引到你的面前，同得福音的好处，让台湾成为神你赐福之地，让台湾成为你要借着台湾祝福全世界的管道。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要为着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示范医治来祷告，用我们主的话，我一起来宣告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主是赐平安的主，在我们胆怯不安的时候，他必要给我们平安。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时代，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过去我们出入可能没有现在那么惧怕，但是现在我们面对这样的疫情，我们出去还要保持距离，我们出去还要担心别人喷口水，我们担心彼此的对话当中距离太近了。求神来怜悯这个世代。我们也恳求神在让我们受到限制当中，像保罗一样，我依然可以自由来到主的面前。虽然他受到捆绑，但是他还可以自由来敬拜。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特别是你在这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录影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几方面，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原地站立起来。我们为着你的身心灵、工作、人际各方面来祷告。我们为这些年轻人在这样的一个考试的过程当中，他们有好的成绩、好的智慧，在他们生命当中遇见了主。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如果你有需要，你就可以站立起来，或者是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原地站立起来。神是无所
不在的。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奉你的名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主啊，你的恩典是充满在敬畏你的人身上。主，你说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主你必赐福。主，我们感谢赞美，因你的慈爱，因你的信实，因你的怜悯，都要赐给敬靠你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奉你名一起来祝福弟兄姐妹。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邀请你做我们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的主。当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的时候，主，我们的灵就与你相通；主，我们的思想就有属神的思想；主，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情感就不会受到黑暗权势的辖制。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身体兴盛，也能够成为主你所用的器皿，在这个世代成为你祝福的管道。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最后，我们也要为着主日来守望来祷告。特别今天初次的开放，只有限制在50名。还有很多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要趁着还有今日把握还有气息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成为一个代祷者。我们一起来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我们一起来经历上帝恩典跟慈爱，也能够透过你的身上成为一个分享祝福的管道。弟兄姐妹，我们特别为了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为着等一下台场有李洪泉这位年轻人，20岁，在年轻人为他来祷告，让他有属灵的智慧，能够明白主的心意。也为了从今天开始，我们也申请，盼望下个礼拜是不是能够增加到100人我们已经送到市政府申请，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申请顺利，我们也能够做到防疫的这一些的措施，让大家都很平安。我们也为了儿童牧区来祷告，刚结束的这一些的线上夏令营引起很多的回响，也继续有一些的课程，线上的课程一下子就爆满了我们恳求神使用这一些的课程，祝福线上的小朋友，让他们有机会虚实整合开放的时候能够到教会来。我们透过阿卡别的夏令营这一些的班与社区连结，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为牧师，为这些同工，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要开办的这些线上的课程来祷告，来祝福。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慈爱，你的信实，透过我们愿意摆上，主啊，让我们看见不可能的成为可能。主，谢谢你，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谢谢你，因为你一直都与你的教会同在。主，感谢赞美，我们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你继续带领你的教会，在这限制的当中有突破、有成长、有改变。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当中。主，你帮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也让你的教会在面对限制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敬拜你。愿你来赐福以下时间，愿你在礼拜当中，像我们在彰显你的同在，也看见你的荣耀，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当我们呼求祷告的时候，就看见你的应许降下来，充满在你的子民身上。主，我们现在也要用主祷文一起的同心合一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神，有一位真神。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阿们。有一位真神，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我们再来宣告，耶稣是我们唯一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你的盼望，阿们吗？阿们。我们用更多的信心，我们来做得胜的宣告。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继续拍手。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星星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我要宣告，我要得胜得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
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呼喊，忧愁惧怕都我要得胜，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我们要把拍掌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把心交给耶稣，我们要定睛仰望他，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帮助。黑夜虽漫长，吸收过的骨，生命的坚强如美丽音符，让永恒的爱再次包围你，让我陪伴你，擦干昨日的泪水，轻轻地微笑，别害怕忧伤，勇敢地相信明天有阳光，擦干所有眼泪，你不再孤单，神彼此下重生的力量。我们一起来敬拜，轻轻地微笑，别失望沮丧，勇敢地打破冰冷的围墙，再次昂首踏出信心的脚步，神必陪伴你走每一步路。黑夜虽漫长，黑夜虽漫长，吸收过的骨，生命的坚强如美丽音符，让永恒的爱再次包围你，让我陪伴你，擦干昨日的泪水，轻轻地微笑，别害怕忧伤，勇敢地相信明天有阳光，擦干所有眼泪，你不再孤单，神必赐下重生的力量，轻轻地微笑，别失望沮丧，勇敢地打破冰冷的围墙，再次昂首踏出信心的脚步，神必陪伴你走每一步路。尽情的微笑，轻轻地微笑，别害怕忧伤，勇敢地相信明天有阳光，擦干所有眼泪，你不再孤单，神必赐下重生的力量，轻轻地微笑，别失望
踏出信心的脚步，生命陪伴你走每一步路。谢谢主，因为有你的陪伴，所以我们面对困境依然能够学习保罗，在苦难中我还是以为大喜乐，以神为乐。主，谢谢你让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我们很多的不自由，但是主，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自由。不管是在任何的境况，我们都能够面对，随是随在。谢谢主，透过敬拜，求你彰显你的同在；透过我们的呼求，求你应许你的恩典；透过你的话语，指明我们一条生命的道路，好让我们走在恩典的道路，也能够分享你福音的好处。主，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我们也透过肢体的消息、教会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周报的消息。因疫情的关系降到2级，我们7月27号到8月9号是有限制人数的。刚才牧师有讲目前这个礼拜是限制在50人所以我们真的是很难去做一些的策略或者是方法，但是请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登记的，务必不要浪费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我们还是照政府的规定那希望能够在下周我们祷告吧希望市政府能够很快的通过，我们能够一场有100人。那我们 OK 下一个，那我们依然现在还是现场跟线上的礼拜同步来进行。所有相关的规定在我们周报的第4页，我们稍微也有调整一些的礼拜的程序。那在进退场当中，我们还是会马上有清消，就是消毒所以我们都有配套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所以要请弟兄姐妹为着我们所有的同工来祷告我们如何在这个疫情当中有很快的应变好，这是我们可以自己来看的，来下一下。好，那我们如果要进出教会，还是遵守政府所规定的10连制做好防疫的措施我自然按好。那第2场会有李洪全弟兄这个升大2的年轻人他要接受洗礼，我们来为他祝福。我们今天礼拜完之后也会在2楼召开长执会，因为要有防疫的距离所以我们选择在这里召开，所以请长执我们来遵守也来按照时间来召开。那我们在崇拜部的一些的安排里面我们进到教会我们按照教会规定的时间那希望不会让我们大家在外面有这样的一个停留那礼拜完之后可能暂时不能像过去一样，来这边然后留下来有这样的聊天寒暄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就第2场要进来，他把我们教会限制，就是说一栋目前就是50人，不是分层所以请大家务必就是如果我们结束完平安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尽速离开，然后让第2场的弟兄姐妹可以进来。那在这当中还是有时间要马上有喷酒精消毒这样所以请我们如果线上的弟兄姐妹你有预约哪一个场次那希望你准时按照我们教会的时间来入座。好，所以我们有一些的今天特别跟过去的做有不一样所以你在守圣餐的时候，已经将你的圣餐还有饼跟杯，它是2合1的就放在你的旁边那等一下当牧师主持的时候，我们就按照程序来进行。
弟兄姐妹，我们在创造历史，我们在经历过去所没有做过的哦。所以完之后，请你把使用过的这些塑胶杯拿到外面的垃圾桶哈，我们同工外面有预备袋子哈，你就把它丢在那个垃圾袋里面。好，我们的礼拜崇拜部很用心的哦，所以在这边哦，刚才已经有跟大家来宣导了哦。完之后，我们互道平安之后，我们就简速离开在这当中是比较特别了哈，所以请大家一起来配合。那我们庆祝父亲节在下个礼拜8月8号，还有8月15号，我们连续这2周如果有出席的我们都父亲有精美的礼物。其实我们在疫情当中有限制，我们已经透过小组长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调查，你那一组有谁当爸爸的？如果这2周没有办法能够到教会，那么我们会透过小组长今年就不一样了，会为你预备然后可能送到你的家，看看你可能很久没有看到你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年特别窝不窝心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行动那希望能够祝福各位爸爸们。好，所以我们在周3的祷告也开放了还是50名，我们有实体的，还有呢线上的同步来进行。那我们一起来学习，特别是在面对好像现在我们面对的困境，这个礼拜3那我们一起来。如果你觉得来到现场更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那你都可以来我们有50名的名额。好，那我们还是松研大学还是不会因为疫情就停止了所以我们也有线上的课程玉春这位职能治疗师很棒他能够帮助我们可能在这段期间我们在家庭久坐，对不对？不能出去就窝在沙发，窝在那里，可能会不会造成我们的筋骨酸痛等等可以输入那个 Google Meet 然后有代码，你就把它打进去，你就可以在线上跟这个职能治疗师互动然后听他的演讲好。那我们的爱心5讲座还有青年牧区，我们有一同来举办一个救命救鞋救鞋救命的这样的一个线上的，这也是线上，但是要报名要报名。我们希望很多年轻人可以在线上来报名那上个礼拜牧师也有用那一双跟着我上山下海爬西南山到红海我决定就把它捐出去了那回应，因为我们可能在家里没有用到，但是可以成为非洲人或者这些需要人他们的一个祝福跟帮助所以如果你有要捐的有到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资料，你可以寄到那边请不要寄到教会好，那我们有加开这个儿童的科学营这次在线上夏令营非常的受欢迎那很抱歉，我们第1期一推出5个小时就额满了那再加开第2场第2期第2期几名50名而已50名，请务必，如果我们在我们自己教会会有，我们先开放那50名的名额而已，到今天中午12点请今天晚上12点报完之后，我们就对外开放很快就秒杀了所以希望我们注意，不要说牧师我没有报到，我们先优先给我们会友的子弟来报名。好，我们有好消息，就是在这个礼拜六早上10点，我们有肖一敏弟兄还有温慧琴姐妹在教会举行结婚礼拜。哎呀，已经延迟了1次了5月本来要结婚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来到教会。我们为这对年轻人来祝福他们要使用 Google Meet 跟印尼的家人来做视讯所以这也是有史以来
第一次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婚礼这样的结婚礼拜，我们祝福他们。我们也有这一些失去有哀伤的，我们的第六组左妇姐妹于7月27号礼拜二蒙主恩召，享年70岁，会定于在8月14号，就下个礼拜六在桃园宾馆举行入殓跟火化，1点半回到教会来举行告别礼拜，愿主来安慰遗嘱。好，我们有线上还有实体的这些的弟兄姐妹，有8月的寿星吗？如果有8月，请站立起来我们来唱生日快乐歌来祝福他们。如果线上的弟兄姐妹你是寿星，请你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祝福。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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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拍手来祝福他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来祝这些弟兄姐妹，无论是现场的，还有线上的。主啊，谢谢你，生命在你，盼望在你，我们力量也在你，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凡事都能。无论是在顺境或是困境，我们依然能够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你的平安，享受你的引导，享受你的供应。谢谢主，我们将这些弟兄姐妹，无论是实体的或是线上的弟兄姐妹，他们领受你的恩典，继续带领他们走在恩典的道路。感谢主，我们将所有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也让他们生命活出主你的恩典，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祝福这些弟兄姐妹。好，请坐。好，那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线上弟兄姐妹们也一起来一起来。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前书2章24节再一次，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前书2章24节，我们一起来献上感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如果不便来教会的，可以透过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奉献来进行奉献。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
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慈阿爸父神，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怜悯！你让弟兄姊妹们一同又来到你的殿中，不管是在线上，或者是在实体，我们都能够一起来敬拜赞美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主啊！在这一段疫情的时候，我们荣获又软弱，经济上有了重担，甚至身体上有病痛，但主啊，你是看顾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的软弱就变为刚强。感谢你，感谢你在一切事上都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主啊，愿我们行出你门徒的样式，同心聚集，传扬你的大福音，将我们自己全人、全心、全意献上，做你圣工之用。如今我们献上我们的金钱、能力、时间，主啊，愿你悦纳，愿你悦纳我们诚实、用和心灵来敬拜你。感谢赞美父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坐下，彼此来祝说：上帝要赐给你丰盛有余，上帝要赐给你丰盛有余，请坐。上帝要赐给我们是丰盛的生活，并且是得胜有余的人生。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要记载在彼得前书的2章21节到25节。我们的 PPT 有如果你看你的圣经，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圣经，或者是看 PPT。好，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下一个，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时，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愿主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语，也能够经历好多意外的奇迹。过去1个礼拜，我相信对台湾人来讲是一个感动的时刻，意外惊喜连连，意外的奇迹不断。但是我们回想到刚开始选手要出发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啊？这样一个太近的一张照片po出他做什么舱？经济舱，结果引来了什么？体育署长要下台然后好多官员，今天甚至连总统，连行政院长都2、3次的道歉。国内的媒体一片骂声，开始要检讨，但是没有几日，我们看到东京奥运一开始，我们的一些的选手健儿们，他们就开始有好的表现那我们看到
就从杨永伟从这一些的我们当然郭婞淳他都在意料之内的那其他的我们看到很多年轻的小将跌破大家的眼镜，特别我们有2位19岁的他们一起来赢得不管是跆拳道或者是桌球的这些的铜牌，还有其他的这些的年轻人，特别昨天晚上，哇，我不知道我们血压有没有升高这1-2天我看到戴资颖第2局我就看不下去了，你知道吗？我看到心脏都快要跳了不看了好像要输了结果我就去准备我的在家会主迦南之声，因为准备耳朵其实还是在听，你知道吗？结果赢了嘞所以感到很意外那个播报员其实常常在讲说，这个选手常常就是要让人家胆子要很大一点，心脏要强一点就会开始让人家紧张，然后到最后它是一种慢热型的这样不过在他昨天受访的当中，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回应，就是我希望失误少一点，因为面对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强敌今天是不是可以夺得金牌？可能对他来讲，对我们国家来讲，都是一个好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相信每一件事情都掌握在神的手中，但是人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有这种韧性、耐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可能是在你意料之外，我们看到郭婞淳一举就是100公斤，那一些人根本看不到车尾灯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他好像很轻松但是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再回到昨天回到我们的台湾他在受访的时候几乎就掉泪了。为什么？很辛苦，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经历了很多受伤，但是在这一次，他的目标设定就很清楚，就是这样的一个金牌，结果让他开了5金行，对不对？5金行啦，就是说从世大运亚锦赛等等这些大大小小比赛，一直到这个是东京的奥运，这个奥运殿堂你知道他现在是跟他自己在比最后他失败了，但是他不气馁，说这样我才有动力。面对失败的时候，面对意外的时候，最后一摔得怎么样？非常的华丽。非常的漂亮，对不对？昨天这个刘牧师还用那一张摔得大家都说，本来摔倒是很难看的但是那一张照片摔得就是那么美丽，我没有把它用出来了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选手可能在他们不被看好的当中，他们经历了这样的奇迹，但是也有一些被看好的，就像射箭女团一下子就被怎么淘汰了。所以呢，我们看这些网络的酸民呢，就开始你赶快就怎样，忙那个 CD 定点了，你知道吗？ CD 死猪就站在那种垫子上面了你就赶快退位，让一些年轻人是上来，就开始有那一些的攻击的酸言酸语了可能听在他们心里，我那么辛苦但是被你们讲的一文不值。意外的奇迹，或者是意内的败绩，有一些人可是我是锻炼我的经历，我的人生的历程，所以他根本没有想到，就好像羚羊配一样，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样在昨天能够为羽球夺得历史以来第一面的金牌。我们看得非常的感动。一开始他们说，在小组赛的时候，他们碰到了很多的强敌，包括印尼的世界的第一，都不被看好。但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搭配得非常的棒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他们如何站在颁奖台上，虽然奏的不是我们的国歌，是我们的国旗歌，但是还是可以接受，因为透过这些的年轻选手，让很多世界看见台湾。
特别是小林同学，我们看到他还有美好的前程哦。可在这样的一个失败的过程当中，连那奥恰洛夫都说，以后这一位年轻人就是你们台湾怎样桌球得牌的希望。这位前奥运的冠军，他这样对这个年轻人，但是当下其实年轻人他还是有得失心，他自己在检讨他自己。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的赛局当中，其实有很多不是很顺利的，就好像我们的主内弟兄周天成，其实在冬奥就是在28号，在这样的一个报道当中，有报道他第2次进入到进前8强，那意外的挺过这样的一个苦战。他在他的信仰见证里面有提到，他如何来经历，就是在那种失败当中再次站立起来。那这次他能够挺进8强，也平了他自己的记录，就是第2次进入到这样的8强。很可惜，昨天在对中国的陈龙这个选手，他是去年的奥运冠军，所以他陷入苦战，但是他其中还是有拿下1局啊。所以在这个当中，他说他其实他的脚踝已经有一些不舒服，有一些伤，但是他马上说这不能成为借口，这是刺激他，帮助他能够迈向前面。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苦战，但是他设定的目标3年后了因为今年是2021了本来2020要举办的，3年后在巴黎，他已经设定了他的目标。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意外的人生当中，我们看是跌落一蹶不振，或者是他可以怎样马上站立起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是他在止步、在输了、在跌倒的过程当中，他依然能够站立起来去面对。他最后他讲了说因为他没有带教练其实不是只有他没有教练庄智渊也是没有教练，他把那个位置留给他妈妈，因为有一些限制那我们看到周天成这位弟兄，他就说上帝是我的教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就像李志凯一样在全能赛的预赛，他拿到第几？你们都没有看吗？他拿到第1，特别是他鞍马是他的拿手，对，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就在复赛的时候，竟然在他拿手的项目意外落马，而且稍微受伤。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我们得意的时候，我们拿手的地方，可能我们觉得有信心的时候，却是失落了，却是跌倒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有把握、很有信心，但是呢，却面对一些的失败。失败对我们来讲不是不好，而是让我们继续看见我们的软弱、我们缺点。如果你一蹶不振，那就是失败了。但是我们看到保罗提醒我们，他在整个困境当中，他如何站立起来，即使是在受到捆绑、受到辖制，他能够以神为乐。今天其实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些的勇者，这些年轻人，他们如何在这样的意外当中，他们如何去经历在那讲台上的颁奖的荣耀。过去他们可能没有想到，或者是他们差一点就有更好的成绩。今天我们也可能在期待戴资颖他能够以球后然后夺得这样的一个金牌。我想这是他个人的目标，也是我们国人目标。最感动的就是林洋配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大家，我们在开小会了，我们在开小会不能看，然后感谢主，8点半左右我们就结束了我说
小会员们、长老们，你们可以赶快回去看了。结果我上到8楼已经结束了，得到金牌了啊！哇，真的很快哦！这对年轻人不会强敌啊，那个双塔，他们竟然我看到把他们打的这样的一个趴在地上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们看到好多意外的奇迹以及发生。我们也相信，虽然可能面对你自己本身有一些的限制，但是我们还是会看到什么？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所作为。好，所以其实这一段的经文是彼得他写给这些收信人，大部分他们是在做奴仆，在做家里的奴仆的时候，那他们如何要面对这些不公不义的主人，或者是恶待他们的主人？另外还有就是写给那一些可能在行善的当中，他们受了苦楚，他们被这些外邦人看到，因为他们不跟他们同流合污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毁谤他们。面对这些的名誉上，面对这些身体上、心灵上的虐待或者是苦待，他们如何去面对？彼得他就用受苦的仆人耶稣来勉励他们。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认识主与我们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我们可以苦得起？我们或者是苦不许不了哭不了，或者是苦得起？关键在你跟耶稣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我们如何回应人与主之间的关系？当上帝为我们付上代价，耶稣来到世上，今天我们要领受圣餐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回应我跟主之间的关系？他为什么那么爱我？为什么为我付上代价？在不被看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竟然翻转了人类的命运？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想不透。今天我们要透过新的身份，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有旧的思维，我们还是有旧的模式。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包括那细小的蚂蚁、蚊子，还有魔鬼。弟兄姐妹不要忘了，魔鬼也是上帝所创造的。圣经说他们是堕落的什么天使那除了我们信主的人，还有天使之外，我们看到还有很多人，他们也一样得到上帝的供应我日头是照啥？好人嘛照啥？歹人上帝不会说你坏人，所以不照你；你坏人不降雨给你，没有所以上帝降雨，上帝给这样的日光都是给每一个人。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活在上帝的恩典，但竟然不认识上帝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生命当中我们如何经历了上帝的同在，这是很重要的，认识与他的关系。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上帝呼召我们，然后我们有没有好好活出我们生命的见证？或者是今天我们受洗了，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我们也读了圣经，但是读归读，我们行出来还是依然是我思故我在，那个旧的人、旧的方式、旧的思维。如果今天教会面对这样疫情，如果还是旧的思维，弟兄姐妹，你知道大桃园地区有大概50间的中小型教会面临要关闭了。面对这样的疫情，他们的经济财务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联导会的群组里面，就为了这些的中小型的教会那感谢主虽然我们的财务也是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但是弟兄姐妹，我很感动。牧师他跟师母讲，牧师娘，我们就是要来做礼拜线上的奉献我们比较不会，我们想要把奉献拿到教会来奉献听了真是很感动。这些长者们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的世代，我们看到我们的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我们如果没有做这样的一个改变更新，可能我们就会面对什么一些的限制，甚至苦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苦毒是无所不在。如果这些的仆人们，他们面对这些
邪恶的家族，或者是二代他们的，他们在服侍，他们尽力在服侍，但是他们被伤害，所以他们心中就会产生一些什么怨恨、苦毒啊。虽然他不自由，他受限在他的什么身份，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我们过去保罗有提到，这些很多人他们有一些是自由的，这些的奴隶，对不对？然后他们进到教会，但是他们过去还是有过去这些奴隶的思想，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哇，碰到一些的困难就想说什么，那没有得吃，我们还是走老路，回到什么？回到埃及做奴隶，也有葱有蒜有肉可以吃啊，对不对？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就想到过去那些情，虽然不自由，但是还有的吃。他们没有想到，神要给他们是一个全新的未来。即使在崎岖的道路当中，是要开始操练他们，因为预备他们好之后，才能进到那个丰盛之地，牛奶与蜜之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样的苦毒，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在搅扰我们，或者是引诱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来。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当中这些的信主人，他们可能在服事的当中，有时候会被伤害，会被毁谤，特别是在教会或者在小组。过去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哥林多书信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在看到教会，哥林多教会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彼此互相控告。这过去我们在讲道里面都有提到。那这些仆人，他们怎么样忍受不义之人对他们对待？他们怎么样去忍受教会外？因为刚才牧师有讲，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可能跟他们一起来收贿赂，或是参与在那些不好的罪恶的事，他们不要，结果被这些人这样来毁谤，甚至亵渎了他们所信的神。这是彼得书信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好，所以保罗彼得他就提醒他们你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苦毒的心那但是我如何去申冤呢？如何去告诉旁边的人呢？有时候我们有苦没有地方讲，你知道吗？所以面对这个恶的主人，还有就是这些外邦人的毁谤，有时这些收信人他们没有办法去面对，苦水就往里面吞，然后随着这样的一个自己情绪恶待自己的这些的主人，我们看彼得怎么样，或是保罗怎么样提醒说，你们不要彼此告状，这个就是刚才牧师所讲的然后我们一起来念来。做奴仆的，你们要恭敬服从主人，不但对良善温和的主人这样，对严酷的主人也要这样。如果你们领会这是上帝的旨意，愿意忍受不当受的痛苦，上帝就会赐给。弟兄姐妹，你读得下去吗？你受委屈了，你还要顺服，你读得下去吗？你忍得下去吗？真的有时候你们会告诉我，牧师很难呢。对，这就是我们的困境，你知道吗？有时候苦水没有地方来抒发，但是又要让你忍了，让你吞了，我们怎样去面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彼得他自己也经历过了，所以他才能够讲这种的话。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那样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在受苦的过程当中，很难。所以我们面对耶稣所讲的人生有很多的苦难，我们都没有办法去闪避没有办法躲藏。但是基督要帮助我们，就是在我们灵里面可以得着这样的一个自由。所以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就指明，我们今天灵魂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得救，面对了我们现今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或者是困境，
我们如何去抉择、去面对？刚开始我们看到有拯救，有这样的一个方式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但是彼得就提醒我们，包括他自己要改变这样的一个思维。所以透过这样的信仰的改造、信仰的更新，一定要有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要有新的思维。所以彼得他的信心，对那些深信神的人，其实他相信上帝必定会保守他。他自己在那种面对控告的过程当中，神怎么样救他出监狱，好几次的这样的经历，跟保罗一样所以他才能够透过他自己的生命的经验，讲到说，我认识的耶稣可以帮助我、保守我，他才能够有这样的个坚强的信心。但是我们来看，其实过程是很难的好，那我们今天来看彼得说：“弟兄姐妹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我们基督的身份在这世上。那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都看到很多这些的信仰前辈说，我们是什么？寄居的，我们是客旅，我们来到世上是什么？旅行的，70、80年就什么打包回家。我常常跟这些的未信的人，我说你要选择是什么？是永生还是往生？那往哪里生？你有把握吗？如果没有把握，我介绍你一个永生的方向，你怎么去得着？所以彼得他也提醒我们，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我们有一天都要什么？拆帐篷，我们都要打包，我们都要收拾行囊，要回到哪里？这个就是牧师常常会跟这些的慕道友对话的。就像上个礼拜，我也跟一位黄仲就是销售人员在那边对话，然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如何去面对第一个是神提供给我们这样的方式，救命的呼求啦。所以在人生的赛局，你面对困难困境的时候，你是不是像这个教练一样说喊暂停？你有没有看到，当这些选手遇到困难的时候，教练会喊什么？暂停，或是他可能会喊暂停，然后呢？做了什么事？选手会怎样？他会走到教练的面前，教练就会跟他讲：“你这个地方要怎么样打？你要注意什么？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面对困境的时候，喊暂停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呼求的时候。主啊，救我！主啊，帮助我！当你来到主的面前，就像选手来到主的面前，教练会把这样秘诀，或者是看见你的缺点，告诉你。好，你回去场上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改变你的打法？面对那个奥乔洛夫的那种奇奇怪怪的打法、发球的方法，小林同学他很快的这样的回应过去，但是很可惜，在那个第6局那个局点没有把握住他如果把握住那局点，就完赛了，就得着这样的一个奖赏了。但是对他来讲，其实也提醒他，就好像周天成一样，他在面对这样失败的时候，他依然相信这位主是他的拯救，是他的帮助。所以我们看到面对彼得就提醒他们说，我们原来呼召就是要面对很多这一些的苦难所以提醒我们不是信耶稣就一帆风顺。我等一下我会提醒这个年轻人可能我们的人生赛局都还很长，我们人生道路都很长，但是我们所面对其实就是不断的变化。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我们所蒙召的就是我们这位救主耶稣，他如何帮助我们。即使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彼得他说得很轻松，但是他之前呢，彼得3次不认主，彼得在生前他破坏了主的作为，他阻挡说：“主啊，你千万不要去死啦，不可以这样。”耶稣说什么？撒旦退去。第二次在这个
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当这大祭司带着兵丁要来抓耶稣的时候，哇，彼得就拿出刀子，然后把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削掉了。耶稣说什么？收刀入鞘。不要用这种方式，他有他的方式。耶稣有走十字架道路，有受苦的方式，不是你所想象的这样。其实我们看，这是痛苦、羞辱、刑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一个人家唾弃的方式，不看好的方式。但是我们看到，他依然能够去翻转人类的命运。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面对这样苦难的时候，我们如何把我们的这样的苦难重担交在耶稣的手上？其实我们都好想赢，我们看到很多快了，有机会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握住的时候，我们就是面临这样失败。我觉得我们上次领袖小组单走华盛顿所在对这个大学生在毕业演讲的时候，他说不要怕失败，你要去经历失败。失败可能是你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让你重新去思考你生命。死亡临车后面不会带着你的家当。再讲一遍，临车后面不会载着你的家当，不会载着你的财产，但是你能够带走的是永恒吗？还是一无所有？我们可能靠我们自己的想法、方法、策略，但是有时候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唯有这样的救主耶稣，他才能够帮助我们在面对他的这样的一个牺牲。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救赎者的拯救，他透过他自己的牺牲，他承担了我们的咒诅。没有一位神是这样，他免除了我们受罪的咒诅，过来他救赎的恩典，他的大爱，他亲身来救我们。他不是派哪一个，而是他亲身来救我们。他的救赎原则是什么？他担当了我们应该承受的罪行。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亡。所以他救赎的范围是什么？救赎的范围就是全世界的人类。他救赎的功效是什么？他付上代价就有效，一直到永恒。所以我们得以在义上活，是因为耶稣他为我们付上代价。所以每次我们在领受饼跟杯的时候，我们要想说，耶稣他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所以他希望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改变的人。弟兄姐妹，从前怎样曾被死亡的权势所捆绑，但今天因为我们有耶稣的改变，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人的蜕变，让他们在生命当中能够承担起一些可能过去看为不可能的，但是成为可能。我们需要改变。奥巴马在他在竞选的这个时候，他特别是在2008年参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他提出一个激励人心的口号，就是要改变。他说怎么样？改变永远不会到来。如果我们一直在等待他人来改变，或者是等待某个适当时间点来改变，那我们就是那个我们等待已久的人，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所寻求的改变。意思就是说，那个改变的应该是我们自己。所以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让我们明白认识耶稣，所以圣灵也会帮助我们在真理里面能够得着自由。那彼得保罗也透过提摩太的书信来告诉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如果你信耶稣了，你应该在家里面有好的表现。我有时候会思想说，为什么我们亲近的家人不会信主？绝大部分是因为我们有耶稣，但是没有生命的改变。如果今天你变孝顺、变好、变好像很体贴、变好了，你的家人不会看奇怪，这个人怎么这样？怎么有这样大的改变？他不会觉得奇怪吗？不会觉得奇妙吗？然后他会想说：喂，告诉我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那我也来认识看看。
一定会的嘛。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很清楚我们自己的角色，清楚我们身份，但是我们需要调整，让我们与我们所得着的恩来相称。在我来到教会就任的礼拜当中，就任词里面有提到，做你没做过的事叫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来。做你没做过的事叫做成长，做你不敢做的事叫做突破，做你不愿意做的事叫做改变。你知道我们在这次线上夏令营呢，差一点胎死腹中。我们在可能很急，因为疫情来的那么快，那有时候让我们措手不及，特别是要筹备，真的不容易特别这些年轻人一开始就好像几乎想要放弃我们的营长但是这位大学生他怎么样去从他的信仰当中，然后学习，然后顺服，就好像彼得告诉这一些的服侍的仆人一样，你要顺服。虽然我们没有像我们牧者没有像那个恶主人，好吗？没有过度的逼迫他们，只是适度的帮助他们这样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人，真的，我从他的生命当中，从他们的这个团队里面，我看到好多的创意，好多的改变，好多的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想法。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影片。我们这个不是在现场，我们是透过 Google Meet， 每一个孩子在他们自己的家庭，我们如何怎么样连线？第一次做，我们没有经验，我们透过尝试，透过不断的学习，透过不断的调整，透过不断的更新，就看到这些年轻人发挥他们的创意，不断的修正，牧者同工也提醒，让他们愿意有受教的心。这些大部分都是不是信主的孩子，那他们听圣经故事的时候非常的专注我有在 Google Meet 看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培育了好多这些的讲师或者是这些带领人。这些影片都是我们的这些媒体同工这些年轻人自己来做的
好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年轻人生命的改变，我们不只是看到这些奥运的年轻选手，他们在改变他们自己的想法做法的时候，他们经历的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不管他们有的是认不认识上帝但上帝让他们经历这意外的奇迹。我们过去在这20天这1个月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经历的不可能成为可能。我们看见祷告可以帮助我们怎样面对可能我们在意料之内的一些的苦基我们需要去面对但是呢，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祷告，你会经历到意外的奇迹。我们看到这次线上的夏令营，这些年轻人他们生命的成长跟改变跟突破。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也愿意像彼得所说的，可能在不合理的当中，你依然能够忍耐；不合理的当中，你依然能够去面对。相信在上帝里面，你要得着赞赏。我们用回应来接受上帝对我们的拯救之外，我们也要怎样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如何恩典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拍掌将荣耀归给我们主耶稣。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还属于他教会的领餐者，我们一起来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听主耶稣凡归向他人所说恩典的话。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赐福与大家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就是主被卖的那夜，有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事，为了要纪念我。吃完了，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因为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我的死，直等到我再来。当主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祷告祝谢，我们也一起来感谢主耶稣，为我们献上你的身体，流出你的宝血，让你拯救的模式，帮助我们改变新的思维，改变我们新的行为。主啊，帮助我们在面对这样的患难的苦境当中，我们知道你依然与我们同在。主，谢谢你帮助我们有力量来改变，也能够迎接意外的奇迹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
主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你可以把这个杯上面先有一层把它剥开，然后饼然后在第二层剥开那个杯，把它喝掉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们。”你可以领受了。主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弟兄姐妹，我们领受了神的能力，神的同在与我们充满在我们身上，我们成为我们改变的动力。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再一次用这首诗来回应神的恩典。一起站立，来，线上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站立。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再次将掌声荣耀给我们的主耶稣。哈利路亚！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谢谢你，你的恩典够用，你的怜悯何等广大。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付上代价；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就帮助我们，扶持我们。主，谢谢你，特别是在这段期间，在许多的限制底下，主啊，你帮助我们不断的更新改变。主，继续将你的道路指引我们，将你的智慧赏赐给我们，将你的恩典供应给我们。愿主耶稣基督得胜仇敌的权柄赐给你们，愿天父上帝永不改变的慈爱包围你们，也愿圣灵不断的浇灌你们，充满你们，让你们能够不断的更新应变，能够走在神恩典的道路，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哈利路亚！愿主的恩典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互道平安。线上的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愿上帝恩典赐福你们。我们下次再见，我们请坐。再见。